基督徒嘅祈禱有咩咁獨特嘅地方呢？同其他宗教有咩分別呢？一般宗教嗰啲信徒，佢哋向佢哋嘅神靈嚟到去祈禱求問嘅時候，大部分都係單向式嘅，好多都係以功利為主嘅。當人有咩困擾或者心願，就會透過求籤啦、占卜啦，或者用大量嘅祭品啦，甚至係苦克己身，以求神靈喜悅同埋庇佑。有啲宗教咧，就教導信徒重複咁樣念誦一啲嘅經句，希望達至能夠祈禱咁樣嘅果效。但係嗰啲祈願嘅人呢，卻係唔肯定佢哋所求問嘅神靈係咪會垂聽同埋應允佢哋嘅祈禱嘅，所以佢哋內心仍然係記掛不安嘅。但係基督徒嘅祈禱係強調心靈同埋誠實，唔係用交換啊或者係功德嘅方式嚟到討好上帝嘅。因為我哋所相信呢位上帝係天上嘅父，係造物嘅主，佢既係愛我哋同埋明白我哋嘅主，咁佢就會肯定垂聽我哋真誠嘅祈禱啦。聖經詩篇第6篇第9節係咁樣記載嘅：耶和華上帝聽咗我嘅懇求，佢必收納我嘅禱告。此外咧，一般人嘅祈禱咧，多數係為物質啊、金錢啊，或者係為咗自己嘅福祉嚟到祈求嘅。咁樣誠然係非常自然嘅一件事。但係基督徒因為坦誠面對自己同埋上帝，所以更加會為個人嘅遠離罪惡啊，或者係能夠饒恕其他人，為社會、為國家嚟到祈禱，求神嘅旨意成就，學習將別人嘅需要放喺第一位。一般嘅宗教嗰啲信徒嘅祈禱呢，係願我嘅心意嚟到成就，但係基督徒呢，佢係有願上帝心意成就呢種嘅祈願。基督徒嘅祈禱呢，更加係雙向式嘅，因為上帝係會回應嘅。喺聖經裏邊，羅馬書第8章第26節咁樣講嘅：我哋嘅軟弱有上帝幫助，我哋本嚟咧係唔識得點樣祈禱嘅，只係咧神嘅聖靈咧親自用講唔出嚟嘅嘆息嚟到幫我哋祈禱。原來人喺苦難裏邊，甚至係唔懂得點樣祈禱嘅時候咧，上帝竟然係親自幫人祈禱嘅。我哋所相信嘅上帝咧係好了解我哋嘅需要、困難同埋痛苦，佢會喺我哋祈禱嘅時候安慰我哋，佢即刻會俾我哋心靈嘅平安，佢更加會垂聽我哋嘅祈禱，甚至用我哋意想不到嘅辦法為我哋解決所面對嘅困難。呢個係好多基督徒都曾經經歷過嘅，佢哋都能夠為你作見證㗎。親愛嘅朋友，但願你能夠透過向呢位上帝祈禱而認識佢，經歷佢嗰個信實啊！本節目內容在於書籍別問別答，單元13基督徒的祈禱，由香港短宣中心資源部出版。